Hello，大家好，我叫 Eric，歡迎嚟到我嘅頻道。我呢個頻道個名叫醫道言之傳承。呢個頻道咧，主要咧係分享我呢10年研究古代中醫術嘅經驗啦。咁同埋咧，我自創嘅一套醫術，我將佢命名為循環辯證。我呢套醫術咧，係我10年前大病之後咧，慢慢喺《黃帝內經》、經方、火神三書摸索出嚟嘅。咁期間咧，我對自己慢慢用藥啊，慢慢觀察食藥之後嘅反應。咁呢個套路咧，我用嚟處理過好多病症，尤其是咧對慢性疾病啊、衰退性嘅疾病啊特別有用。我而家咧就將實際嘅經驗咧分享俾大家。我要分享嘅內容咧係包括治療思路、處方嘅構成同埋用法，同埋用藥時機。用藥時機咧係非常之關鍵。我咧喺呢方面咧食過好多苦頭，我早晚用嘅處方咧都係唔同嘅，主要咧係隨住病人嘅胃口變化。同學們，我分享嘅都係真實案例。喺我分享我嘅中醫術之前咧，我就必須要介紹一下我自己嘅過去啦。我喺2015年咧就患咗肺結核，食咗9個月嘅肺癆抗生素之後咧，身體咧就變得非常之虛弱。咁食完最後一次肺癆抗生素去醫院覆診之後咧，醫生就話我肺癆已經好返晒啦。但係咧，我感覺當時嘅狀態咧，比患肺癆嗰陣咧就更差，飯食唔落啦，飲水都會嘔翻出嚟嘅，成個人冇晒力。所以咧，我有一段時間咧就翻唔到工，喺屋企坐嘅。咁原本已經冇咗收入，香港嘅生活成本又咁高，我已經冇錢去支付額外嘅醫療費用啦。嗰陣咧真係壓力山大嘅，嗰陣咧就經常喺廁所裏面喊。嗰個時候咧，我日日咧都希望神醫打救。咁我一個禮拜有4、5日咧，唔係覆診咧，就係去睇醫生啦。咁中西醫咧我都睇暈晒㗎啦，病情咧冇好轉，反而咧就越嚟越差。有一段時間咧，我要揸拐杖行路嘅。有一日喺屋企非常無聊，咁就玩手機啦，就無意中入咗一個討論區。個討論區個名咧好似叫經方論壇。咁裏邊有人講咧，古代有一個神醫咧叫張仲景，佢整出嚟嘅經方咧就無病不能治。咁佢喺嗰個討論區就分享咗佢用經方嘅經驗啦，同埋一啲處方嘅用法。咁睇咗之後咧，我心諗，反正都冇晒錢咯，不如用佢介紹嘅某一條經方叫做茯苓甘草湯嚟試下醫我嗰個飲水即吐嘅症狀啦。點知咧一試咗之後咧，呢個症狀就即刻消失咗啦。跟住我就覺得，咦，原來醫病唔係咁難嘅啫喎。講起睇中醫咧，我有好多心酸嘅經歷嘅。有一次咧，我因為長期失眠，我去咗睇一個中醫啦。咁可能因為太多人排隊啦，我等咗1個鐘到我，醫生咧用咗3秒幫我把脈，然之後咧就開咗啲滋陰清熱嘅處方俾我。咁啲藥材咧就裡面有大概係黃連、黃芩、熟地黃、當歸、大棗、夜交藤咁啦。咁之後咧我就話：咦，點解會咁快啊？跟住佢就話：我保證你今晚好瞓。咁我結果咧飲完藥之後咧，嗰日咧就肚屙，之後咧飯都食唔好，條腰又好酸好攰，夜晚失眠得更加犀利。咁第2日咧我就走翻去揾中醫師，我同佢講翻個情況啦。之後佢就答我，係可能我食咗壞嘅嘢啫，同佢開嘅處方冇關係。呢位醫生可能咧就從未遇過好似我身體咁差嘅病人，一飲啲滋陰清熱嘅藥咧就即刻肚屙。因為咧對一啲腸胃唔好、身體非常虛弱嘅病人咧，太過滋膩嘅補藥咧，本身對腸胃咧就係一種負擔。佢開處方嗰陣咧，就從來冇考慮過呢一點。我呢度咧就仲有一個例子。某年咧，我有一個朋友咳嗽咗1個星期，
咁佢睇咗一次西醫、2次中醫都醫唔好，之後佢就俾咗啲中藥材處方我睇。我睇到裡面啲藥材呢，就係桑白皮、川貝、冬花、桔梗、甘草嗰啲藥，就係一啲醫療肺咳嘅藥材啦。表面好似冇錯，但係讀過《黃帝內經》嘅人都知道，書裡面講得好明白，五臟六腑嘅病變呢都可以引起咳嗽嘅，唔一定係肺出問題。而我嗰位朋友嘅咳嗽原因呢，就係脾胃引起嘅。其實診斷唔係好難，我朋友40歲都仲後生。我聽佢講嘢呢係非常之吃力啦，氣若游絲。我就推測呢，佢係脾胃堵塞引起嘅中氣不足。中氣呢樣嘢呢係負責呼吸同埋發聲嘅。中氣唔暢順呢，咳嗽其實係好正常嘅。《黃帝內經》有解釋，中氣呢係由脾胃運化嘅水谷同埋肺吸入嘅空氣生成嘅。中氣呢又係推動胃氣嘅動力。胃氣呢樣嘢係保護體表，防止外邪入侵嘅。其實咧唔使把脈，用問診啊，你都已經可以推理出病根。淨係溫通下佢個脾胃，化咗啲濕氣咧，咁佢消化到正常翻咧，中氣就翻嚟啦。中氣一翻嚟啦，呼吸咪暢順咯，呼吸暢順，咳嗽咪消失咯。據我嘅經驗咧，其實好多奇難雜症咧，你只要通一下病人嘅腸胃咧，抵抗力翻嚟之後咧，好多症狀會自己慢慢消失。好似我呢個朋友個 case 咁樣啦，我只係簡單用咗山薑、陳皮、桂枝、白術、木香、甘草、厚薄、半夏，通咗佢個腸胃，化咗啲濕氣，咁佢就好翻啦。我話俾大家聽啊，醫生呢就唔一定會識醫病嘅，我自己都係搞技術嘅，技術類嘅嘢呢，全部呢都係要用心鑽研，啲經驗呢係慢慢累積出嚟嘅。咁我又講翻我自己啦，我10年前呢，我就開始自己學經方。經方嘅全名呢，就係經典方劑，通常係指《傷寒論》同《金匱要略》。我用咗裡面嘅處方幫自己醫病3個月呢，基本上所有表症呢就已經慢慢自己好翻晒啦。但係呢，身體都仲係好虛弱喎。其實虛弱呢真係好難治，淨係除濕呢樣嘢啊，唔係淨係俾錢可以搞得掂，一定要掌握相應嘅養生技巧同埋用藥時機。所謂嘅相應呢，就即係話每個人都唔同嘅，例如話我做帶氧運動5分鐘對身體有益嘅，對一個虛弱嘅人呢就係有害嘅。呢部分呢，我之後會慢慢再解釋。咁我係點樣醫好自己嘅呢？關於之後我跟咗一位高手臨床學習扶陽醫術，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我本書，我已經將本書發布咗去 Amazon 同埋 Kobo 嘅網站，呢度咧就唔多講啦。喺我學習《黃帝內經》同經方嘅時候咧，因為涉及到嘅規則同埋數據實在太多，所以初期咧我自己係寫咗一個系統咧嚟分析同埋研究經書裡面嘅內容嘅。呢個系統咧我而家已經冇再搞落去噶啦，因為我覺得咧 AI 實在太過完美，所以咧我自己咧就喺 Google 嘅 Colab 裡面咧訓練同埋測試 AI 大模型。我重點測試咧係用《黃帝內經》嚟診斷病症，其實效果咧係非常之唔錯嘅。但係咧暫時嚟講咧 AI 最大嘅缺點咧就係訓練成本太貴。我喺 Google 買 Compute Hour 嚟訓練咧，都係好慢嘅個速度。但係咧，如果自己買硬體嘅話咧，一張 NVIDIA A100 嘅 AI 顯示卡咧，都係17萬港紙啊要。所以咧，呢個 AI 中醫項目咧，暫時咧我就冇再搞啦。暫時咧我就主要係寫啲問答題愛嚟訓練 AI。到將來啲硬體平咗啦，我先會繼續進行呢個 AI 中醫項目。跟住咧，我又要講翻我嗰套循環辨證啦。呢套循環辨證主要係將處方同埋辨證嘅方法系統化，我係靠佢重新企翻起身嘅。所謂循環辨證嘅構思咧，其實係源自《黃帝內經》裏面咧所描述嘅先後天動態循環嘅過程，係以輔助陽氣推動氣血生化，營衛協同，滋養五臟，最終咧
就養翻先天為核心嘅辯證法，強調人體氣血精微周流與反饋機制。相對於醫聖張仲景嘅六經辯證所側重嘅外邪傳變路徑，循環辯證嘅查究思路咧，就着重喺氣血生化同埋運行受阻嘅過程，適合咧係用嚟處理病徵不明啊、久病體虛啊、年老體弱嘅人群個案。諗出呢套辯證法嘅原因咧，係因為當年用六經辯證幫自己診斷嘅時候咧，因為自己抵抗力好差啊，免疫力不足，咁咧變咗就冇乜表證，但係咧感覺成個人咧又好虛弱，精神同體力都好差。嗰陣咧一日用14個鐘頭咧去研究經方啊，都冇乜頭緒。咁最後咧就得一位火神派嘅高人指點，加上咧喺《黃帝內經》裏面學到一套咧能量生化系統嘅運作模式，慢慢咧就梳理出一套以氣血生化循環為核心嘅治療方法。循環辯證法，我將佢分為6個部分，但係咧我暫時就唔想花太多時間去講理論嘅嘢，之後我會慢慢從實際案例解說。咁而家咧我就簡單講下佢嘅概念啦，但係講之前咧，大家一定要記住，《黃帝內經》所講嘅心肝脾肺腎咧，其實係功能系統性嘅，唔係物理性嘅。咁我而家開始講啦。第一部分咧係腎陽溫煦、腎精氣化，我哋可以將腎咧當成係液態燃料倉庫，其實5個臟咧都係倉庫，腎咧係一個最大最主要嘅倉庫，腎精咧就係液態燃料，腎精係喺呢個部分咧開始被氣化，腎精唔夠嘅症狀咧就好明顯啦，例如腰膝酸軟啊、腳腫啊，睇病人走路嘅姿勢咧你就會知道。第二部分，肝主疏泄，三焦輸布。三焦咧就係輸送氣化後嘅液態燃料到所有地方嘅管道，而肝咧就係輸送燃料嘅控制中樞。邊度需要多一啲燃料咧，就會發命令送過去。因為肝同埋三焦嘅關係咧就非常之密切，所以咧我就將佢哋放埋一齊。呢度有問題咧就會出現，例如小腿水腫啊。個神態咧就會成日怒氣沖沖啊，講嘢咧就會好急嘅，好快嘅。第三部分，脾胃運化，水谷成精，精咧就係精華，喺呢度嚟講咧就係液態燃料啦。脾胃咧就好似一個鍋咁樣，係用嚟製造液態燃料嘅。其實呢部分咧仲會涉及到其他臟腑嘅協同工作，唔會係咁簡單嘅。例如《黃帝內經》講，胃咧係水谷之海，負責附屬水谷，食物咧喺胃裏面咧進行初步消化成食糜狀態，之後咧就會送過去小腸進行深度嘅消化同埋分類。呢個就係《黃帝內經》裏面所講嘅必別清濁。第四部分，心肺協同，營衛周流。心咧就係鍋底嘅火。而肺咧就係負責將提煉好嘅液態燃料推送去5臟倉庫，營衛咧就係喺呢個部分產生出嚟㗎啦。所謂營衛咧就係營氣同衛氣。我處理脾胃虛弱病人嘅時候咧，都會加附子補命門火。心嘅火咧係軍火，命門火咧係軍火嘅根，係人體一切陽氣嘅根本。命門火足咧，先有力咧去幫助心火，心火足咧先可以發揮佢嘅功能。但係咧，山姜啊、桂枝啊、附子啊、木香啊、白術啊呢啲咁燥熱嘅藥咧，如果日日食咧，唔通唔瞓覺咩？呢個問題咧，我會通過實際案例咧話俾你知呢個技巧點樣用呢啲藥。呢個附子咧，其實咧我自己都食咗10幾斤㗎啦。第5部分，五臟充實，有如奶瀉。通常嗰啲不育不孕啊、不舉啊，就係出現喺呢個部分嘅。我遲啲會做一集節目咧，講呢啲病症。第6部分咧，就係餘精歸腎，生生不息。第5同第6咧，其實就係講五臟用唔晒嘅精華燃料咧，就會送翻去腎呢個倉庫儲存。腎精唔夠咧，人體咧就會開始衰退，容貌變老。其實容貌變老咧就跟年齡冇關係嘅。
話俾你聽啦，其實好多重病咧唔用附子咧好難醫噶，呢個其實你走唔甩噶。人體裡面嘅循環咧，其實仲涉及好多臟腑經脈之間嘅互動啦，陰陽相生啊，心腎相交嗰啲咁樣啦。其實我而家咧只係咧簡單咁樣表述咯，我將來會慢慢由淺入深去解釋俾各位聽。今期視頻咧就差唔多啦，我咧就先公開我治療老人痴呆症嘅用藥處方，下期咧就會詳細為大家解釋我嘅治療思路。好多藥店咧都話我開嘅處方好古怪，話我係黐線嘅，唔肯幫我嘅病人執藥，成日都問咧點解用咁多生薑、桂枝、附子，其實佢唔識啫。佢哋問呢啲問題咧，我從來都唔會回答嘅。但係咧下集咧，我就破例詳細同你哋解釋點解。其實要醫好病咧，3本經書已經夠啦。第一本《黃帝內經》，第二本《傷寒論》，第3本《金匱要略》。記住老祖宗嘅嘢唔可以丟失。再嚟，我仲有5個醫病原則，呢5條好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記低。之後咧，我會帶大家睇下系統化嘅治療思路。其實咧，《黃帝內經》本身咧就已經有一套完整嘅基礎理論，但係現實上咧，10個醫師診斷同一位病人咧，就會得出10個結果，開10條處方。咁唔通每一位醫師都係啱咩？我覺得好難令人接受咯，呢個結果。謝謝大家。